自日寫351句金句，善用 AI 過好年。隨住社交媒體啦同埋 AI 嘅普及咧，農曆新年都發生咗變化。祝賀咧，由我哋一定要拜年啦、親自見面啦，變成好多時都係信息嘅表達。撳個掣喺個群組就發個圖啊，發個 video 啊，發個 message 咧，就可以一個拜年嘅短片。當然好處嘅喎，特別如果係一啲平時難以見面或者去到海外嘅朋友咧，仍然可以撳個掣，就有好多連結嘅方法。又或者喺家庭團年嘅飯桌上邊咧，多部手機可以同喺世界各地嘅家人溝通，即時拜年，讓親友都能夠入席食呢個團年飯、新年飯。咁呢個咧係好美好、好難得嘅嚇。咁同時啦，當呢個新年嘅儀式感啊，被壓縮為一個數碼嘅信息，情感嘅成本減低咗，時間成本減低咗，因為慳咗好多時間，撳個掣就得。咁我哋有冇真係將慳翻嚟嘅時間用心留俾對方、留俾自己？我哋點樣用呢啲時間呢？當祝福變得好輕易，當賀詞係輕而易舉，只要撳個掣講兩句重點，幾秒鐘就生成咗一段文字，甚至係一個 video。對於不善辭令表達嘅人咧，確實係喜訊嚟嘅喎。同時咧，因此用心、真誠、真心、真摯、情感嘅連結咧，變成好稀有嘅價值。咁特別當所有祝福都嚟自大數據嘅計算咧，而唔係嚟自呢種真誠真摯嘅心情、心力嘅連結咧，咁呢個情感，呢個由大數據聲發出嚟嘅祝福有幾真誠呢？同樣改變咗咧，就係呢個利是啦。近年咧，電子利是亦都開始普及啦，就跨越咗地域啦。譬如你同海外嘅親民即係拜年，可能撳個掣就唔使俾利是，已經嘟一聲咧，可能嗰筆利是嘅錢已經送咗俾對方。咁當然好方便啦。咁同時利是唔單止係金錢喎，佢有一種好重要嘅儀式感啊，嗰種手感啊，雙手遞上嗰個紅封包，然後又接觸嗰個感覺。紅色代表幸福啦，雙手就係遞交一種承諾啦嚇。同時而家當利是變成熒幕上或者 WhatsApp 上邊一串數字，只係嘟一聲咁就已經收到啦。你會覺得點呢？AI 時代一切都能夠快速咁生成，同時冇辦法真正複製咧，就係我哋呢個真誠啦、脆弱嘅心。咁所以咧，或許我哋值得留意，科技只係工具而唔係主人。效率只係手段，而唔係真正嘅目的。所以咧，我哋今次喺新年嘅時候咧，或許大家值得安排多啲實體嘅聚會啦、見面啦，或者善用 AI 為長輩、為親朋戚友錄一啲好珍貴嘅短片故事，同時都可以加一句祝福説話係獨一無二嘅。譬如舊年多謝你啊，幫我捱過咗我最困難嘅時候啊，多謝你嚟醫院探我，多謝你幫我照顧隻狗仔。嗱，呢啲咁真實嘅説話，可能就係祝福最珍貴嘅重量。又或者每次 AI 幫我哋生成咗條短片文字，我哋都值得問一問自己，呢個係咪配合緊我嘅核心理念、核心價值呢？喺 AI 時代，我哋能夠保持翻呢份咁人與人嘅美麗嘅連結咧，係最珍貴嘅。你咧，你會點善用科技去珍惜呢份嘅祝福同埋感恩嘅心呢？